沒有一首可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午安。葉牧師咧今日嚟到電視台咧，有好消息宣佈喎。咦，今個學年嘅選書權活動嘅新書咧出爐啦！下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會咧係可以俾到同學咧係可以借翻屋企睇啊！咁啊，我哋咧會按照時間表咧就編排每一班嘅同學咧嚟到圖書館咧去借新嘅圖書嘅。咁不如我哋睇一睇下一張嘅簡報先。係啦，咁我哋睇下呢個時間表你就會睇到你嗰班呢，究竟呢係第幾節嘅時間呢？會嚟到圖書館去借閱圖書啦。我哋呢係記住呢，借書係要帶乜嘢㗎？梗係要帶手冊啦，其他嘅嘢呢就唔需要帶過嚟㗎咯喎。係啦，因為呢，我哋只係會用15分鐘嘅時間。讓到同學咧喺台面上面嘅睇下咧新書係啦，然之後咧你亦都可以借翻屋企睇。所以咧今個星期咧，如果你有發現咦有圖書未還，或者你已經借滿咗書額嘅話咧，下個星期一朝頭早係最後機會要還書嘅時間啦。咁如果你想有圖書額係可以借到新書翻屋企嘅話咧，記住咧係要即係還書啦，咁亦都咧係提一提新書咧擺喺台面啦。咁我哋今年咧係過千本新書嘅，不過咧我哋全校咧嘅人數都好多喎，咁所以咧每一次咧呢一次咧係只係借一本先啫。咁而其他嘅舊嘅圖書亦都可以鼓勵同學咧係去揀啦，因為上一年我哋未有特別借書日，咁上一年嘅選書權新書咧已經咧入咗去書櫃嗰度㗎啦。咁所以咧都邀請同學咧係去慢慢去揀多幾本圖書趁住聖誕假期嘅時間咧就翻屋企去閱讀。好，咁咧今日咧嘅宣佈咧就到呢度啦，我交俾下一位同學咯。發生咗咩事啊？各位同學，如果你最近經過九龍城或啟德一帶，有冇發現嗰度特別熱鬧呢？因為我哋香港最新嘅大地標啟德體育園，而家喺度舉辦一場非常有意義嘅全國性運動會。呢個就係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簡稱殘奧會，由12月8號去到12月15號。嚟自全國各地嘅運動員都會聚集喺香港，進行硬地滾球、輪椅舞蹈等精彩嘅比賽。點解呢件事咁重要嘅？見證係第一係為咗見證新地標嘅魅力。啟德體育園喺今年3月先啱啱正式開幕，佢有一個似大貝殼一樣嘅主場館，非常壯觀。呢次係佢第一次迎接咁大型嘅運動會，代表香港有能力舉辦世界級嘅盛事。第二就係學習永不放棄嘅精神。參加呢次運動會嘅哥哥姐姐，雖然身體上有障礙，例如睇唔到、聽唔到或者行動不便，但係佢哋冇因此放棄運動，佢哋付出比常人多100倍嘅努力去訓練。當我哋睇住佢哋坐喺輪椅上面靈活咁打球，或係喺賽場上面奮力衝刺，嗰種身殘志堅嘅精神，最值得我哋學習。第三，推廣共融社會。共融就係指唔同能力嘅人都能夠快樂咁樣生活埋一齊。
今次嘅比賽就喺我哋身邊舉行，提醒我哋要尊重同支持殘疾人士，為佢哋建設無障礙嘅城市。第四，殘奧項目。殘特奧會喺香港舉辦日期係2025年12月8號至15號，同第15屆全國運動會同期喺粵港澳3地舉行。香港承辦咗硬地滾球、輪椅擊劍、乒乓波 T1 一組3個殘奧項目，以及特奧乒乓波同埋輪椅舞蹈等活動。比賽喺啟德體育園、馬鞍山體育館、荃灣體育館等場地進行。我哋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交俾下一位同學。大家好，我哋係手工小組，我係陳樂晴，我係馮子希，我係周奕思，我係姚亮月。今日我哋想邀請3年級嘅同學嚟參加我哋嘅活動。大家記住去圖書館參加，名額淨係得15個，先到先得。如果同學驚手指痛，可以帶兩支鉛筆或者原子筆嚟代替手指。下個星期一就係最後一日，4年級嘅同學記得要嚟啊！等大家睇一睇我哋同學嘅作品去片。歡迎收聽午間新聞，我係主播陳希怡、馮紀怡、陳燕宇、李以心、柯曉瑜。
以下係新聞提要。IMF 上調預計中國今年經濟增長5%，明年增長4.5%。青衣自然徑暫停開放，當局派員滅蚊鳥，需時7至10日。將軍澳新鮮糧食店涉嫌以冷藏牛肉充當新鮮牛肉出售，食環署取消牌照。澳洲社媒禁令生效，總理鼓勵青少年多與親友面對面接觸。神舟21號航天員乘組完成首次出艙活動。以下係詳細嘅新聞內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最新預計，中國今年經濟增長5%，明年增長將放緩至4.5%，兩者較早前嘅預測分別上調0.2個百分點同埋0.3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上調預測係因應內地嘅宏觀經濟刺激措施以及中國出口嘅面臨嘅關稅低於預期。雖然中國經濟增長呈現韌性，但係中國內需疲軟，並且有通縮嘅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嘅代表根據組織第4條條款，最近10日到訪過北京同上海，會晤中國政府同人行高層等，討論經濟形勢、風險同政策優先事項，完成2025年對中國經濟嘅評估。IMF 將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分別上調至5.0%同4.5%。相比今年10月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嘅預測值，分別上調0.2同0.3個百分點。上調嘅主要原因係當局採取嘅宏觀經濟刺激措施同中國出口面臨嘅關稅低於預期水平。IMF 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嘅韌性正受到持續失衡問題嘅考驗，包括房地產行業長時間調整、對地方政府財政嘅溢出效應，同消費者信心低迷，導致內需疲弱同通縮壓力。長期存在嘅結構性挑戰，中期嚟講將會拖累中國經濟增長預期會減速。對於中共20屆4中全會通過嘅15規劃建議，提出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嘅經濟發展模式。IMF 認同推動向消費拉動型增長模式轉型屬關鍵嘅政策優先事項。要實現呢方面轉型，需要更緊迫，採取更有力嘅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改革，降低高企嘅家庭儲蓄，縮減不必要嘅產業政策支持同低效投資。咁樣嘅一攬子政策，亦將減少外部失衡。And I can say, I look at the audience, I see many of the journalists are young, which is to say, China counts on you to be the driver of domestic dem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s we well know, the older generation in China is very committed to savings. You need to help your mothers, fathers, grandmothers, grandfathers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 towards one that says it's patriotic to spend money and lift China's domestic consumption rate. IMF 認為結構性改革可以緩解生產率放緩同勞動力萎縮帶嚟嘅不利影響，有助提振中期增長。香港電台記者劉景輝報導。近期有5宗機恐肯亞裔本地個案患者曾經到訪青衣自然徑一帶，該處琴日起暫停開放，食環署人員早上派人前往滅蚊。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相信，感染源頭仍然未清除，將會進行大規模行動，徹底檢視整條行山徑，進行滅蚊控蚊工作，預計需時7至10日。青衣自然徑尋晚起暫停向公眾開放，入口處張貼咗告示。食環署人員朝早喺附近一帶滅蚊。好多朝都有啊！我好多朝，呢幾朝嚟到都幾隊滅蚊隊。我喺度。我喺上面坐又趕我落嚟，落到嚟又趕我，都有人噴蚊。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近日有5宗基孔肯亞熱本地個案，涉及2男3女。上個月中至到今個月2號發病，全部人喺潛伏期都到過青衣自然徑一帶。係咪真係代表呢嗰一度已經成為咗一條嘅傳播鏈啊？你都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哋都睇得到咧，由11月中到現在咧，都持續係有個案去過嗰度之後咧受到感染，咁變咗嗰個亦都我哋基因排序亦都顯示咗咧，啲個案咧係嗰個基因排序一模一樣啦，即係有關聯啦。咁但係就似乎我哋就睇唔到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爆發。咁啲個案都係即係叫做零星散嘅，咁但係就持續出現咯。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嗰個感染源頭喺青衣自然徑咧係完全未仍然係未清除嘅。歐家榮指出，喺大自然控蚊比市區環境難。主要個原因咧就係咧青衣自然徑佢嗰個幅員好廣泛嘅，咁佢全長有成7公里。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青衣自然徑係一啲嘅自然嘅郊野嘅環。咁好多草啊、樹啊咁樣，咁亦都喺條路側邊咧有一啲泥地，咁啲泥地當然係喺自然環境裏面咧係會即係凹凸不平嘅，咁即係所以好容易天然係會有一啲嘅積水存在咯。咁亦都喺我哋同食環署去巡視嘅時候，亦都發覺即係之前有啲雨水渠咧，佢可能係因為喺自然環境裏面咧，一定有啲樹枝啊、有啲枯葉咧係淤塞咗嘅，咁所以就可能因為呢一個難處或者呢啲挑戰咧，造成嗰個控蚊滅蚊咧，係個難度係大大增加嘅。食環署採取執法行動，打擊以冰鮮或者冷藏肉充當新鮮肉出售嘅行為。喺將軍澳欣景路一間持牌新鮮糧食店，共檢獲520公斤，即約半噸冷藏牛肉。持牌人涉嫌將冷藏牛肉當做新鮮牛肉陳列及出售，署方正展開程序，取消該新鮮糧食店嘅牌照。食環署人員亦發現該處所有未有妥善清潔，涉嫌違反食物業規例，向持牌人提出檢控，同時亦就該新鮮糧食店持牌人未能提供送貨單據，亦沒有妥善儲放冷藏牛肉，違反咗相關持牌條件，署方發出咗2個口頭警告。行動中，食環署嘅人員喺位於將軍澳欣景路一間持牌新鮮糧食店，共檢獲大約264公斤懷疑不當處理嘅冷藏牛肉，亦都有約256嘅公斤預先包裝冷藏牛肉，即係一共520公斤嘅冷藏牛肉，大約係半噸。並且已經即時進行封存，作出進一步嘅調查。食環署人員亦都已經抽取牛肉嘅樣本，進行防腐劑嘅檢測。如果有足夠嘅證據，署方亦都會將提出呢一個檢控嘅。該店鋪持牌人涉嫌將冷藏肉當作新鮮肉陳列同埋出售，違反咗持牌條件。食環署正在展開程序，取消該新鮮糧食店嘅牌照嘅。此外，食環署嘅人員亦都發現該處所未有妥善嘅清潔啦，違反咗食物業規例。食環署會向持牌人提出檢控嘅。同時，亦都就該新鮮糧食店持牌人未能夠提供送貨單據俾我哋去查核啦，亦都冇妥善存放冷藏牛肉，而違反咗相關持牌條件，所以發出咗2個口頭警告嘅。澳洲禁止未滿16歲人士使用社交媒體禁令正式生效，是全球首個國家實施有關禁令。當地有家長歡迎，認為有助避免青少年接觸到不實資訊，甚至受網上欺凌。但亦有家長質疑成效，認為青少年會找方法繞過禁令。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表示，有關措施改變孩童的生命，減少家長的憂慮。他鼓勵青少年在多餘時間接觸新的體育活動，學習新樂器及多閱讀，把握時間多與朋友及家人面對面接觸。現年15歲喺悉尼讀書嘅露娜，剛好受到澳洲社交媒體禁令影響。
根據禁令，未滿16歲人士由本港時間星期二晚9點鐘開始，再唔能夠使用 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等主流社交平台。Well, before the ban, everyone us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through Snapchat, which is one of the apps getting banned. And everyone seems to be freaking out and giving their phone numbers out since we don't have that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ymore. 佢認為係咪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應該交由家長決定，政府唔應該插手。澳洲即將放暑假，路流話禁用社交媒體為佢哋帶嚟不便。Yeah, I don't know how we're going to do it because even sometimes my friends and I, if we wanted to go to like an event in the city or a market or something, we'd usually find it via social media. So I'm not sure, especially with the holidays approaching, how we're going to find like hangouts because social media did show us a bunch of places to go and where we can hang out with our friends. So I hope that we have a way to find places that we can go to in the holidays. 澳洲總理阿爾巴萊塞向當地學生發表視像講話，對於同學喺暑假點樣消磨騰出嘅時間，阿爾巴萊塞有咁嘅建議。Rather than spending it scrolling on your phone, start a new sport, learn a new instrument, or read that book that's been sitting there on your shelf for some time. And importantly,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face to face. Have a great summer. 阿爾巴萊塞其後喺悉尼表示，有關使用社交媒體嘅改革，改變當地孩童嘅生命，令佢哋有童真，家長亦都冇咁擔心。得益嘅唔止係呢一代，佢哋嘅子孫亦會受惠。It is about our families taking back control. Technology can have an amazing impact on making our life easier. But it is important as technology develops that humans keep control, that we assert our authority as a society and to back families and to say that enough is enough. 有受影響用戶喺禁令生效前留言，話將會失去同世界其他地方嘅聯繫，亦都有人話期待到16歲嘅時候重遇。有家長歡迎措施，認為可以避免青少年接觸到不實或者意識不良資訊，甚至受到網上欺凌。但係都有家長質疑成效，認為青少年總會揾到方法繞過禁令，甚至唔排除有其他家長替未滿16歲子女登入被禁嘅社交平台，好似以前咁使用。澳洲係全球首個國家實施有關禁令，社交媒體必須採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滿16歲人士喺佢哋嘅平台擁有帳戶。拒絕配合嘅企業，最高可以判罰款4950萬澳元，折合約2億5千萬港元。但係違反規定嘅未成年人士同埋佢哋嘅監護人唔會受罰。報道話，新西蘭、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正研究並考慮仿效澳洲嘅做法。香港電台記者劉景輝報導。神舟21號航天員乘組完成首次出艙活動，指令長張陸相隔2年半在麥路漫步太空。32歲嘅武飛就成為中國目前執行出艙任務嘅最年輕航天員。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經過大約8個鐘嘅出艙活動，神21乘組航天員張陸、武飛同埋張鴻章喺空間站機器臂同地面科研人員嘅配合支持下，順利完成20飛船返回艙工艙險拍照。空間站空間碎片防護裝置安裝溫調式配器多層導更等任務。艙天員張陸同埋武飛安全返回問天實驗艙，出艙活動圓滿成功。報道：出艙艙門已打開。神21乘組首次出艙任務，負責出艙嘅係指令長張陸同埋航天員武飛。張陸着嘅艙外服上面有紅色色帶，而武飛嘅就係藍色。另一名航天員張鴻章就留喺天和核心艙入面支援。中央已出艙。首先出艙嘅係經驗豐富嘅張陸，今次係佢時隔2年半第5次出艙。
佢曾經喺神舟15號任務完成4次出艙工作。佢登上機械臂，移向早前返回艙舷窗出現裂紋嘅神舟20號飛船，巡視檢查同埋影相。航天員出艙帶着高清相機進行拍照，由地面人員進行觀察確認。確認第一就是我們從艙外面看這個舷窗玻璃，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異常現象。第二是對這個玻璃周圍的艙體進行一個確認，為後面神舟20號飛船的進一步的決策做一些技術上的支持。經地面團隊確認，返回艙舷窗受空間微小碎片撞擊受損。張陸影完相，亦都為空間站安裝空間碎片防護裝置等。至於藍色色帶嘅武飛係首次出艙，32歲嘅佢亦都成為國家執行出艙任務最年輕嘅航天員。後續的話，我們就是重點對天鵝和夢天艙的這個其他2個艙的這個防護進行這個進一步的出艙作業。我們是按照咱們預定任務，會每次去裝不同艙的這個防護板。今次出艙任務歷時大約8個鐘，係首次喺空間站停靠2艘載人飛船下安排航天員出艙活動。喺機械臂路徑規劃上、安全等多方面帶嚟挑戰。按計劃，神21乘組將會繼續實施人員同應用載荷出艙活動，開展科學實驗同技術試驗。視乎情況，由航天員對神20飛船受損舷窗進行防護處置。香港電台記者賴以玲報導。今日新聞報導完畢，再會。並請同學留意以下宣佈：第8節拔先課小女童軍活動地點改為5E 班班房。宣佈完畢。